血管阻塞嘅人應該係少食糖定少食鹽呢？我嚟話你知啦。血管阻塞就係你身體發出嘅預警信號啊！一定要理清呢3個關鍵嘅問題，並且少碰啲生類食物。你食得越多咧，血管塞得越犀利噶啦。咁血管阻塞喺身嘅位置咧，就容易出現心梗；血管阻塞喺腦嘅位置咧，就容易引發腦梗嘅，即係所謂嘅中風啦。依家無論係年輕人定係上咗年紀嘅朋友，一講到呢個話題，其實咧一啲都唔陌生嘅。有呢度梗嗰度梗，真係非常之得人驚嘅，唔單止洗晒老本啊，並且會拖累全家人。佢個根源咧就係身體新陳代謝出現咗問題，90%嘅血管阻塞情況咧根本唔需要過度去治療嘅。今日我嚟教大家一個古老嘅方法，成本先至幾蚊雞啫，人人都食得起啊！大家咧係咪一直俾血管阻塞問題煩住咧？呢條視頻嘅話，大家一定要認真聽清楚，記住啦！今日我就將呢個細個妙招教俾你，呢個就係血管阻塞嘅人都喺度揾嘅好方法嚟嘅。你錯過今次咧，下次就好難再遇到噶啦。血管阻塞本身就係身體嘅警報器啊！血管咧如果長期淤堵啊，想長命都好難嘅。如果你想健健康康長命百歲，你千祈唔好亂食呢幾樣嘢啊！呢個方法咧係一位50幾年經驗嘅老中醫傳授俾我嘅，佢嘅調理方式從來都冇人俾過差評，揾佢調理嘅人全部都係排住隊翻嚟多謝佢啊！佢解決血管嘅阻塞，從來都係從根源上邊去入手。咁如果唔係嘅話，血管咧會反反复复嘅淤堵。大家知唔知道血管阻塞嘅根源係咩呢？你睇完呢條視頻，你再都唔會因為血管阻塞個問題煩惱噶啦。咁血管阻塞咧，佢一次輕就2次重，3次好容易引發各種問題嘅。但係大部分人都唔知啊，長期俾血管阻塞，如果冇控制好咧，呢個真係會影響我哋身體健康嘅大問題嚟噶。咁好多人都會好奇啦，自己成日做運動又好注意飲食緊，點解就會出現血管阻塞嘅情況呢？今日我就話俾大家知下。血管阻塞嘅根源就係你血管入邊嘅垃圾堆積太多啦，將血管收窄咗，血液流通唔順暢，血管咧阻塞就越嚟越嚴重噶啦。而且好多人單靠食咩藥啊，疏通咩血管啊，但係咧藥物頂多係輔助作用啫，一定要從根源上邊去調理，淨係靠藥咧係治標唔治本嘅，只能夠暫時清理血管嘅垃圾，根本唔可以解決核心嘅問題。今日我嚟教你呢個方法，你堅持一段時間，你一世都唔會再被血管阻塞問題煩惱噶啦。無論係血管阻塞引發嘅頭暈頭痛、胸悶手腳麻木，全部都可以得到改善噶。無論你係40、50定係60、70歲啦，都可以調理得好噶。呢個方法咧，你買3瓶就足夠噶啦，效果直接幫你疏通血管啊。如果唔好使嘅話，產品你留低1分錢都唔需要大家俾嘅。你堅持一段時間，血管阻塞嘅問題咧會改善得明明白白嘅。呢個就係血管阻塞嘅人都喺度揾嘅黃芪果根山楂茶啦，大家唔需要多買3瓶就係一個療程嘅。你飲完3瓶咧，血管阻塞嘅煩心事基本就冇晒噶啦。如果飲完之後咧，仲係頭暈頭痛、血管唔通嘅、胸悶手腳麻木嘅，商家講咗全權負責嘅，全額退翻俾大家。產品你留低就可以噶啦。商家之所以咁承諾咧，係因為呢個產品佢真係有呢個實力，佢入邊全部都係獨立小包裝，每日攞1小包，用滾水沖焗5分鐘就可以飲噶啦，特別之方便噶，每日飲一杯，血管阻塞嘅問題就會一日好過一日噶啦。咁今日我專門同商家申請咗優惠價格俾大家，名額冇多，有需要嘅朋友仔可以點擊我左下角鏈接帶走，買翻去一定要堅持飲。如果唔好嘅話，商家講啦，可以全額退翻俾大家嘅，等大家冇任何後顧之憂啊！我真心希望可以幫助到我哋俾血管阻塞嘅朋友仔。